嗨，大家好。首先呢，我嚟自我介紹，我姓陳，名水成，霹靂陶瓷廠商工會嘅顧問。江沙路年長者呢，相信會好多識得我，但係呢，後生嘅好多都唔識我啦。咁呢次呢，要講陶瓷工會嘅來龍去脈呢，係陳周平會長同埋咁多理事要知道陶瓷工會嘅歷史。咁樣我大膽嘅講工會嘅歷史呢，係靠我嘅記憶同埋部分嘅呢個轉報。如果有錯漏呢，請大家多多見諒。我答應講述陶瓷工會嘅過去先，認為係好有意義嘅。第一，俾陶瓷同業同仁呢能夠了解已經有40年歷史嘅工會呢一路嚟嘅操作，相信而家嘅陶瓷業呢已經進入第二代或者係第三代嘅時候啦，所以對過去嘅工會一切呢都唔係好清楚。其實參與陶瓷工會嘅會長理事呢，都係一樣好食力不討好嘅工作，為佢工會嘅廠商會員呢出錢出力，任獻任勞嘅服務。呢只係擔任過理事嘅廠商呢正知道。第二呢，希望所有嘅陶瓷業廠商及你能知道呢，工會過去為會員嘅貢獻後呢，能更加團結一致，共同嚟推展會務，為會員爭取應有嘅權益及解決面對嘅問題。講到成立陶瓷廠商工會呢，我哋就要講到 UYB， 即係統一陶瓷企業有限公司。當時因為白泥嘅問題，廠商面對白泥嘅短缺，而且只有少數嘅白泥供應商。面對白泥嘅困境呢，經過大家嘅討論，決定必須要自己揾地段嚟挖呢個白泥，供應俾我哋嘅陶瓷廠商，解決白泥原料嘅問題。所以呢，我哋就成立咗一個叫做統一陶瓷企業有限公司。呢個公司呢，係由廠商同埋個人都可以入股嘅。股金呢係每個月就供幾，不久之後呢，我哋就響八針嘅地方呢揾到咗一段地，約52吉左右。經過探視之後呢，知道有白泥嘅，適合我哋廠做嘅嗰啲白泥，所以買咗呢嚿泥呢，買咗嚿地呢，我哋就挖啲白泥，就賣俾所有個廠商，就解決咗呢個廠商白泥短缺嘅問題咗。過後呢，當時嘅生意唔係好好，陶瓷廠商嘅產品呢有一個規定，一個規矩啊，就係講所有賣出嘅產品呢都有賬期，咁樣賬期呢為3個月或者6個月。所以到收到都係期息嘅時候，問題呢就唔可以用現金用咯。結果大家認為要為廠商解決現金周轉嘅問題，統一決定要向政府申請一張借貸禮申，即係Money Lender License。咁我哋可以當時呢，我哋就要揾到呢個陳福元律師為我哋申請。咁我哋將公司申請呢個禮申嘅理由講俾你聽，係為咗嗰啲廠商嗰啲會員嘅問題啫。咁佢就答應 OK， 象徵式1000蚊同我哋申請呢個禮申。咁取到呢個禮申之後呢，我哋就廠商呢就可以將收到嘅期息3個月又好，4個月、5、6個月都好，攞嚟統一換現鐳翻去周轉。所以落去呢，咁嗰啲廠商呢，慢慢呢入街境，開始做嗰陣時過後就開始做外國生意啦。咁廠商大家認為必須為陶瓷業作出貢獻嘅呢，要名正言順為廠商爭取有應有嘅權益
同埋能解決廠商嘅面對嘅難題咧，終於所有嘅廠商咧，響1985年咧，向社團註冊局申請咗成立呢個霹靂陶瓷業廠商工會。唔覺已經40年啦，工會成立初期咧，因為廠商個個都做外國生意啊，大家都忙住自己嘅廠業。當生意漸漸好起嚟咧，就想到自己買一個會所，終於在19唔知幾多年，我忘記咗啦，就買咗目前呢個會所，咁樣咧就奠下呢個工會嘅一個基業。咁樣喺呢一段工會嘅期間咧，最比較難忘嘅咧就係有一件事就係有一間吉隆坡嘅陶瓷收購公司啊，咁樣佢忽然間發信俾所有我哋嘅陶瓷廠，必須即刻停止出產花盆。佢講佢攞到花盆嘅專利權，咁樣有啲廠咧就去揾嗰啲專利權律師咧要開塊，但係開塊一個塊要3萬蚊，所以大家都好頭痛。最後咧，我哋就去揾到當時執政黨嘅馬華國州議員協助。經過嗰啲議員嘅嗰啲聯絡啊，或者係到吉隆坡嘅官員聯絡之後咧，我哋響吉隆坡同嗰啲copyright 嘅嗰啲官員同埋嗰啲法律顧問好大份啦，同埋嗰個部長一齊開會嚟討論呢個問題。咁樣當時咧，佢俾我哋嘅就係講，叫我哋帶所有嗰啲 catalog，即係我哋出外國展覽嘅時候嗰啲 catalog，因為有年份㗎嘛，去嗰陣時我哋好似有去美國澳洲各地方展覽咪有個 catalog咯，咁攞晒 catalog去嗰陣開會嘅時候咧，俾嗰啲官員睇，咁樣嗰啲官員睇咗之後咧，覺得應該係冇可能佢可以攞到呢個專利權批准嘅。因為嗰陣時嗰個娜扎咧係印度人嚟嘅，咁佢一個親戚係做工商部個副部長嘅，咁佢就攞到呢個專利權喎。咁樣嗰個法律顧問咧就講睇到嗰個時間嘅時候咧，佢話冇可能啦。佢講當時係個 catalog 嘅年份出產嘅花盆比你申請專利權仲早，咁你冇可能可以攞到專利權啦，咁就取消咗呢個專利權。咁我哋嘅工會咧就過咗一個好大嘅難關啊！嗰陣時大家都頭痛唔知點樣搞。其實工會咧就有做好多嘢咧，為嗰啲會員。除咗嗰個咧，我記得仲有一個就係呢個當我哋外勞短缺嘅時候咧，我哋又經過國州議員咧要求副內政部長當時嘅都黃家迪嚟我哋嘅會所進行交流會，結果交流咗之後咧，佢了解咗我哋工會嘅困境咧，同時有批准外勞嘅准證俾我哋工會嘅會員。所以講呢啲咧唔係話工會冇做嘢，真係做咗好多嘢，但係冇人知啫，係嘛？所以講我所知道嘅咧就係咁多。同埋有一個就係嗰陣時我哋搬入呢個陶瓷工會嘅時候咧，搬入陶瓷村嗰陣時我哋就當時又冇廠做，陳冇廠就做會長。嗰陣時就揾到呢嚿地咧，我搬入去，因為地價好貴，咁樣曾經要求蔡世叻幫手，咁樣佢結果咧，當時佢同陳俊明去見呢個州務大臣嗰陣時係州務大臣邊個？嗰陣時係州務大臣係嗰個Jambri Nato Sri Jambri， 咁我向佢反映咧，我哋陶瓷業咧係唔係一個好有鐳嘅廠嚟嘅，希望佢嘅將嗰個地價咧有個折扣，結果咧佢都有俾咗我哋嘅折扣，所以講呢啲嘢咧就係所謂嗰啲歷任嘅會長同埋啲理事咧，真係為工會咧出錢出力，真係冇得彈㗎啦咁我亦都希望新嘅嗰啲理事咧多啲加入工會，大家合作嚟推動呢個會務，同埋為我哋嘅會員咧爭取更多嘅合理應有嘅權益
大家揾多啲錢多謝大家。